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呢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7章第3节到第5节。如果你有带你的圣经呢，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节，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3节到第5节。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3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再次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今天是周六的晚上，我们聚集在你的教会，在你的面前来这边敬拜你，奉献给你，并且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成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在软弱的时候的我们的信心的力量，并且帮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得着启示，并且领受从神而来的爱与能力。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的话要大大帮助你。神的话要大大帮助你。从9月份开始，我们教会就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人生哦。我们已经完成敬拜人生、团契人生、成长人生、侍奉人生到宣教人生。今年是第6年，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叫做和平使者。好，在我们前面荧幕上面，我们一起大家说和平使者。那么用的是这本书啊，是一本翻译的书，叫做《Peacemaker》。好，是叫做和平使者，使人和睦的人。所以在8福当中里面提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必称为上帝的儿女。不晓得我们在我们的经验当中，你有没有曾经使2个人和睦过？你有没有在你的经验当中，你的父母亲在吵架，弟兄姐妹在吵架，班上的老师同学在吵架，在打架，而因为你的出现，因为你的介入，使这2方都软化下来，这2方他们都愿意和好和睦来对待。如果你曾经是的话，就有福了，因为耶稣说，这样的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称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好，是一个领受祝福的方法。跟你旁边说，使人和睦，领受祝福，使人和睦，领受祝福。当你想要领受上帝的祝福，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使人和睦。但是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末日，在这世界的末日要来到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灾难，会有越来越多的纷争，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争争闹闹，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你可以看见在电视新闻上面，是大家每天都在吵架比较多，还是大家每天在握手的比较多？吵架比较多。而且你看台湾的政治生态，越吵越凶，而且吵的是越来越有深度，好，越来越有艺术。好，他们可以在电视的镜头前面吵得很凶，但是当那个摄影机一拿开之后，就马上又和好。好，所谓和好就是又可以嬉皮笑脸。好，完全很多你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我们的国会殿堂里面，很多都好像是在作秀、在表演一样。而且我们在看的时候都是电视上的画面，只是截取下来，你没有办法看到全部，你没有看到它私底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所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个记忆、一个印象，就是好吵、好闹、好乱哦。所以对很多这世代的年轻人，或是对很多涉世未深的人来说，哇，我不晓得我们台湾的盼望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在这和平使者当中，我相信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也在末日当中特别拣选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和平使者。跟你旁边说，神要拣选你成为和平使者。哇！所以我们教会呢，今年用了更扩大12周的时间，我们做这个和平使者的操练。而在12周的时间当中，我们用了一本比较薄的书，可这本薄的书呢，比较难读，又比较难懂，也没有比较便宜。好，但是呢，好，这里面却有很重要的这个教导和分享，和一段的经历。重点不是说你买了这本书，重点不是你读完这本书，重点是在你每一次这本书的内容当中有没有帮助到你。重点是在这本书的内容当中，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带来改变，在你的家庭当中带来改变，在你的班级、在你的办公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带来改变。过去你对你的同学、对你的老板很不爽，看得很不顺眼的，但是因为这本书里面的某个内容，或是在某一周的操练学习当中，让你的思想、让你的眼界改变。所以我们在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第一周所学习的，冲突带来好机会。好，在我们在冲突当中，我们要知道冲突是一个好机会。我们一起说好机会。它有让我们得到3件事情：第一个是荣耀神，第二是服侍人，好，第三个就是让自己更像基督。所以荣神益人，学像基督，这是我们在第一周所学习的。第二周我们学习是过和睦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和睦就是真正的 peace， 就是平安。而平安呢，有3个意义，代表你跟与神和好。我们说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所以在和睦 peace 的生活当中，你要努力这3件事情。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有一天如果神突然在你梦里面出现，你会害怕的屁滚尿流，还是你怕不得哇马上去抱神、抱住神？哇，神啊，我好想你啊！有的人可能看到神，他会非常的害怕，代表他跟神的关系不好。但是有人如果遇见了神，哇，他巴不得能够紧紧的抱住他，代表他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你可以与神和好，才能够进步与人和好。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人跟神的关系好像不错，可是跟人的关系很奇怪，有那种感觉是那种属灵兮兮的。什么叫属灵兮兮？哇，就是动不动就是哇，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赞美主啊，感觉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可是呢，他跟人却一直没有办法亲近啊。他可能在他的班上，在他的同事当中，让他觉得他是一个一直跟人没有办法格格不入。第3个是要与自己和好，好，与自己和好。有的人在你自己对自己的想法，对你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对自己还有一些什么负面的看法、想法，你对你自己有什么地方的不满意，有时候不满意是可以带给我们努力和前进的力量。但是如果你常常总是抱怨自己、批评自己、埋怨自己，觉得自己的出世不好，觉得自己的身材不好，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好，什么都不好，太多的负面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看你自己很多很讨厌的时候，你要学习过和睦的生活。这是我们在第2周。第3周呢是要信靠主行善，而信靠主行善当中，让我们学习到就是神是信实的，你要相信他。我们一起说相信他。这次要学习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相信然后就依靠。我相信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就依靠他。好像刚刚令晨在那边所见证分享，他从完全不相信到或是完全不认识，到他认识之后他相信之后他就依靠之后他就继续来告诉别人你要这样子做。你可以看见一个信心就从无到有的时候只有一点点，但是一点点之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成为一棵大树。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走过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的历程，让你的信心能够不断成长。这是第3周，也是我们的 Part 1第一步的部分。好，1、2、3是第一 Part 1，在4、5、6是 Part 2，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进入的第2步，除去眼中的梁木。好，我们一起说除去眼中的梁木。我们好像还在引言哦。那除去眼中的梁木呢，我们要3周的学习。在我们的周报当中，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这个教会准备的讲道大纲已经不是大纲，好，简直是一篇论文。好，而且呢，我们这个每一周你要写的这个笔记越来越多。那牧师呢，好，并不要求说每个人都要把它写下来，好，因为有时候我剪了太多份，我看过很多人把这个周报写得非常好，一个都没有漏掉，从头写到尾。可是最后结束离开的时候，他把这份周报丢在座位上面。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抄了之后，他回去要再看，他就找不到。与其这样，牧师不如鼓励大家，好，在每一周的讲道当中、信息当中，你至少给自己抓住一个重点，你至少给自己一个挑战。今天神要告诉我什么话？今天神要教导我什么样的功课？而这个功课是你可以记住的，你可以用出来的，你可以带回家的。你可以是用在你的生活上面的，这比你在那边抄到最后，然后周报一合之后，然后就走出去，连周报都没有带回去，然后你根本就忘记上礼拜牧师讲什么，你根本忘记这礼拜的主日的内容、信息内容是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点力量都没有，一点改变都没有，这样是你浪费了那个时间，抄了这些的笔记。既然你要抄，你就好好抄，而且抄完之后一边抄你一边努力把它记忆下来。如果你不抄，牧师也鼓励你，好，你可以学习用这个你的头脑去理解，这每一个空格，如果你不抄，你自己可以填出答案嘛。如果你不看上面的荧幕的话，你可以找出这里面的内容，它要讲的意义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吗？好，我们的这个讲到的都是从这本书的重点里面所挑选出来。为什么要这么长？因为我们这本书已经卖完了，所以还有很多人买不到。
所以我们知道用这个方式，好，就是把我们几乎这本书的内容，几乎很多的经文，几乎很多的重点，都把它抛上去，把它摆上去，让大家可以尽量的学习和吸收。好，所以呢，跟你旁边说，要好好的来学习，再跟他说，好好来吸收，跟他说，好好来抄笔记。好，在我们这个和平使者，好，它有一个4G 原则。好，我们一起说4G。第一个原则就是 glorify God， 荣耀神。第二个原则是 get a log out of your one eye， 将你眼中的梁木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第三个是 gently restore， 是做什么？温柔的把它挽回 restore。第四个是 go and be reconciled， 前去跟他谈和，前去谈和。这是4G 的原则。而在这本书的作者，好，叫做 Ken 这个作者当中，他说用这4G 的原则，他帮助过成千的人去解决冲突。这是他自己解决过数百件、上千件的这些冲突当中，他说这个冲突是小到5岁的小朋友在那边吵架打架，4G 原则；大到2个企业的大老板互告几千万的这个赔偿，互告他前去协调调解，也是用这4G 的原则。你都可以把这4G 的原则运用下来。所以我们很快念是：第一个原则是荣耀神，第二个是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第三个原则是温柔挽回，第四是全去谈和。而这4个原则就会在我们的第1步、第2步、第3步、第4步当中来看到。所以我们第1步就已经是我们前3个礼拜刚刚我所复习的3个重点。好，冲突带来好机会，过和睦的生活，还有信靠主行善。而第2步就是我们未来这3周，从今天开始，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什么是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呢？4G 的原则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好，这价值观有这4项：容神益人，自己长相基督。好，还有同时3个都可以同时成立。好，又容神又益人，自己又像基督。哇，这就是这4G 带给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观。这样子好不好？非常的好。但是问题来了，既然基督徒有这样的生活价值观，他能够在处理冲突荣耀神之后，好，能够来考虑自己的责任，好，并且除去自己的梁木，但是要如何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说，你要除去弟兄眼中的刺，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问题是你的梁木在哪里？怎么除呢？还有除去自己眼中梁木能够带来什么样和睦的例子呢？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你可以从这书章当中看到，简单就是说，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牧师跟教会的长老吵翻了，翻到这个牧师觉得他已经很受委屈、很受压抑，而且呢，他有绝对的把握和理由可以好好来对付这些长老们，因为这些长老先不公不义的。但是呢，在这协调当中，哇，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眼中的梁木，直到他们最后的协调大会上，这些长老们，他们这个作者 Ken 他前去调解，最后这些长老他们通通都上去一一的在台上说出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一个。后来这个牧师跟牧师的太太换他们上去发言，那时候牧师还是很生气，说你看吧，我就说吧，你们早就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还准备上去的时候，好好再削他们一顿。好，我平常怎么教你们的，平常讲道怎么说的。但是这牧师娘，好，她上去，她一讲之后，牧师娘她也说，我也犯了错，好，我并没有真正的去饶恕他们。而当牧师娘她也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这个牧师他最后他自己上台的时候，他根本就完全气不出来，他也承认他自己的错。好，他就跟所有的长老，好，包括跟他的牧师娘，通通一一道歉，让这整个教会的冲突本来是即将一触即发，但是整个教会就在这样的一个和睦当中，他们又重新开始。在我当神学生的时候，我也去一个教会实习。那时候我是神学院2年级，去实习的时候，有一次长执会列席，好列席在旁边参加。但是那次长执会呢，哇，教会里面的长老吵架还拍桌子，然后呢，在拍桌子当中，大家呢非常气氛非常尴尬，因为那教会平常不太吵架，但是那一次就为了不知道忘记什么事情就忘了，好，因为过太久，但是只记得他们吵架。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哦，你都忘记当初为什么事情吵架。后来那2个
长老他们就不讲话，在教会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很奇怪的